單價12888，響珠海繁華配套，住豪宅項目，佳景康城。Hello， 大家好 ，Jackie。Hello， 大家好 ，Nico。咁今日咧就過翻過嚟我哋珠海旁坦洲豪宅項目，佳景康城啦。單價低至12888蚊咋？點解咁平嘅？因為咧單位有少少特殊，點特殊法咧？係我哋嘅3期嘅尾貨單位，講緊現時有一套27樓118平方毛坯單位，12888蚊，即可以購入啦。所以如果咧有早期睇開佳景康城，但係毛坯單位亦都唔介懷嘅觀眾朋友咧，可以嚟睇睇呢一套單位適唔適宜自己吓。現樓單位同埋如果咧唔介懷低樓層嘅觀眾朋友咧，亦都可以3期有啲部分嘅A樓層單位89平方啦、120平方啦，或者130幾平方嘅一個精裝單位，講緊嘅尺價亦都係13000幾到14000幾，即可以買啦吓。咁我現時佳景咧位置同大家講翻 location 非常之優異，因為去翻珠海講緊一步之遙，即可以去達啦。去到珠海市區一過呢條路即係啦。講緊去到珠海3級會員店，距離1點幾公里，揸車6-7分鐘。咁我去翻我哋港珠澳大橋，自己呢度3期樓下就有巴士，直達巴士可以翻去香港，通勤無憂噶。直接坐車翻香港亦都係可以，或者自己有揸車嘅話咧，經翻我哋出面嘅坦洲大道，過去港珠澳大橋嘅時間，講緊亦都係10幾分鐘到20分鐘，即可以過去港珠澳大橋，再通勤翻香港，非常之便利。其實佳景康城咧嘅一個距離去翻港珠澳大橋，或者其實去翻珠海各大商業嘅配套，非常之便利。你如果係想要置業珠海，但我自己又有揸車嘅，講緊時間，講緊10零分鐘到20分鐘。我要早期可能睇開有珠海樓，但係我又唔想珠海樓咁貴，我又要性價比更高、享受型更好嘅豪宅項目嘅。佳景康城，必睇，的確，真係必睇，推薦大家。因為講緊其實你去翻港珠澳大橋嘅時間，同你可能珠海某啲項目去嘅時間，有啲可能比佢仲要近，係啦。但係尺價比佢仲要平，因為珠海講緊嘅售價咧2萬幾到3萬幾蚊一平方。現時其實佳景15000左右，享受嘅話就係最優、最品質、最豪華嘅裝修俾大家。咁我現時我哋所在位置咧就喺佳景康城嘅3期商業，我哋有出名嘅正風魚啦，上菜入飯啦。聽講正風魚好食㗎喎，好食㗎，好鮮甜㗎。你冇食過係咪？冇啊，下次等開單咗，開咗佳景帶你過嚟食啊。係幾好食嘅。其實好多我哋一啲街坊朋友，如果過嚟佳景有食飯咧，呢一間可能都係必打卡嘅。隔籬仲有一個我哋國際品牌牡丹樓M 叔叔。跟住咧中意飲咖啡嘅觀眾朋友咧，配套再升級，樓下即有我哋嘅隨行咖啡俾到大家啦。正喎，唔使行咁遠啦，直情落嚟商業街就有啦。現時咧就已經係全部入面已經係做好晒噶啦，就等佢咧清潔埋之後，裝好晒啲設備，就可以落嚟買咖啡啦。係，好方便啊，到時唔使去咁遠啦。好方便啦。係啦，咁我呢一度咧就我哋3期嘅商業街，亦都會有其他一啲食肆啦，姑媽豆腐花燒臘等等，俾到大家去選擇嘅。但係今期咧就唔分享我哋3期嘅尾貨單位啦，因為上面鎖咗門唔係唔拍拍唔到不過有興趣嘅觀眾朋友咧，可以加翻我 WeChat 或者 WhatsApp， 咁嗰幾套單位嘅一個實景視頻或者係一個單位情況，亦都可以俾翻大家去參考翻，係啦。哇，佢整緊嘢咯，整緊大門係咯。出面嗰度咧就係我哋嘅一個3期正門大門。其實佳景咧係非常之好嘅發展商。點解咁講？你睇下3期已經住咗噶啦。係咯，你睇下
收晒樓噶啦，住晒噶啦。但係咧住下，再幫你翻新大門喎。係啊，佢會升級，即係好着重翻粵子嘅體驗，着重翻粵子嘅享受。係啊，想要其實即係置業，我哋珠海可能想要揾品質型屋苑嘅觀眾朋友咧，其實佳景康城即係值得大家過嚟對比下。啊，就算你唔買，你都可以過嚟睇睇。啊，係唔係真係比珠海冇啲樓盤會更好咧？啊，但係我尺價要仲平喎，係咪咁回事咧？嗱，嚟現場實地睇啦。啊，嗱，3期嘅一個大門口，師傅喺度做緊嘢啦。係啊，好多師傅啊，係啊，如火如荼啊。整下住下，我先再去同你翻新大門，等你嘅享受更好，等你住得更開心，你話幾好？發展商話：依家嘅門口唔夠豪派啊，我要整到佢超豪咁啊！係啊，嗱，咁我今期咧，亦都同大家咧上去分享翻我哋嘅一個四期單位啊，更多咧現時4期咧在售咧就我哋嘅8棟住宅，有我哋嘅89平方南北對樓，105平方啊，同埋118平方嘅單位選擇。咁如果除開其實8棟嘅選擇咧，仲會有其他嘅尾貨單位俾到大家去揀嘅。咁9棟啦，有105平方嘅一個3樓啦，講緊單價都係15400咁上下嘅啫。咁我如果咧係啦，高樓層單位咧15000左右啊，118平方。咁如果係有搵開105平方嘅單位，16棟啊，今年年底收樓嘅，亦都會有14000幾嘅一個單位俾到大家去揀，係啦，所以呢啲亦都係做緊清貨特價活動嘅啊。現階段咧講緊咧，其實咧16棟、10棟、9棟就係今年年底收樓噶啦，準現樓單位嚟噶啦。想要快脆少少收樓，但係又要中意呢啲戶型105平方、118平方嘅咧，其實可以過翻嚟挑選翻呢幾套嘅住宅單位啱唔啱自己咯。係啦，佢有高層或者係其實4樓啊呢啲嘅選擇，4樓、5樓望翻落去嘅景觀視野咧，個花園景觀嘅景觀面咧幾靚嘅，幾舒適嘅。幾靚啊，佢整得好靚咯。咁就事不宜遲，我哋就上示範單位同大家分享下。好，咁我哋現時咧就上翻嚟8棟嘅實體示範單位下。實體景觀直接分享俾大家。現時咧出面嗰啲嗰綠色啊，個欄河啊，嗰啲圍欄咧就全部拆晒啦。大家可以睇翻個景觀咧，會更加之實際啊。咁戶型格局咧，2梯4戶，前面2戶咧就大面積105平方同埋118平方，後面單位咧就係我哋4面積戶型89平方啊，89平方緊湊戶型3房2廁，南北對流。雖然89平方都有俾到南北對流空間俾大家享受啊，咁我唔需要太大面積，想要揀翻個緊湊型戶型單位夠用就可以嘅啦。咁我可以揀翻我哋呢一隻189平方啦。咁我非交付標準啊呢個。係啊，呢個就僅供參考啊。係啊，創意樣板房嚇，大家可以睇翻個創意樣板間，咁亦都可以做翻啲全屋定製嘅嘢。其實亦都冇必要嘅，因為佳景俾到大家咧，都已經係豪華裝修交付噶啦。只係咧自己要搭配翻我哋一啲家私家具啦，咁我好奇自己再去設計翻自己中意嘅風格等等咯。咁呢度就我哋嘅入戶門，大門口玄關位置右手邊廚房，廚房係做咗個雙面工作台嘅一個空間俾大家嘅。之餘呢邊可以擺翻個單門雪櫃啦，交付標準，全屋國內外品牌。裝修交付俾到大家，幾好噶。咁華為智能系統啦，呢啲必備噶啦。冷氣咧，日立嘅冷氣杜格拉斯嘅瓷磚 ，YKK 嘅門窗等等。所以其實你想要揀一個省心型屋苑啊，自己唔需要再去花心機，再去及住，再去裝，仲要執收嘅話咧，佳景康城真係值得大家揀嘅。係啊，因為佢俾到你嘅嘢就係整個坦洲而言，無論其實坦洲啦，你講緊其實港珠澳大橋出嚟20分鐘嘅時間內嘅屋苑都可能講緊呢度係最高。係啊，未必做得到喎，未必有人哋嘅交標有佢咁高添。所以咧非常之省心。你想要買個即係豪宅項目、豪宅享受、品牌屋苑嘅佳景康城
即係呢啲細緻嘅位置咧，真係做得好好。咁呢一度咧就係生活露台吓，咁家政櫃啦，呢啲都係交付標準。之餘到時擺翻我哋嘅洗衣機啦。咁89平方咧，望翻出去咧，就係望翻我哋3期嘅一個別墅單位。咁現時我哋所在位置咧就喺7樓。如果你想要景觀視野更開揚嘅話咧，揀高少少，你就可以俯視望翻我哋嘅別墅景觀啦。係就會靚好多。咁當然我哋呢一戶嘅單位咧就係單邊位。咁如果係隔離嗰戶咧，係啦，就係中間位嘅89平方，望正面嘅別墅景觀會更多。但係單邊位嘅一個陽台景觀咧，嘅寬闊度咧就會比中間戶會更好嘅。出入咗啲咩嘢咧？差咗啲咩咧？嗱，我哋過嚟陽台睇下。OK， 我哋睇下。嗱，呢一度咧就過翻過嚟咧，飯廳、客廳、主陽台。南北對流空間。呢度就係當然就唔係2個陽台嘅對流標啦，但係呢邊就係我哋嘅一個窗口對流。望翻出去咧就係望翻我哋嘅一個小區花園。小區園林。係啦，咁呢邊嘅景觀性咧就會比我哋中間戶咧會更好嘅，因為佢同我哋隔離嘅9棟嘅一個流動咧，佢相隔得就會遠啲。望翻出去咧，小區園林嘅花園咧就會更多。就唔會話即係俾前面嗰個戶型頂住晒、擋死晒，係啦。所以佢嘅出入性嘅話，就單邊會稍微會貴少少嘅原因就係因為咁啦。靚仔啲啊嘛。係啦，景觀性多啲啊嘛。咁呢度就做咗一 set 嘅一個餐邊櫃啦，大家亦都可以做翻個參考嘅，同埋呢啲車石綠色嘅車石搭配翻落嚟咧，會有嗰種叫做優雅 feel、高貴 feel 俾你嘅。呢啲一睇就知道佢好貴。係貴嘢。豪宅啊嘛，咁呢度過翻過嚟啦，就係我哋嘅一個客廳。客廳現時咧，佢就係將隔離呢間房咧剝咗，做咗個開放式嘅一個書房空間。大家可以感受下。如果你我住嘅人唔多，我3間房可以改一間開放式書房，咁我嘅一個公區位置會更多。咁呢度可以叫做休閒咁樣。自己彈下曲隔離可能自己嘅愛人喺嗰度睇電視，互不影響。係咯，幾好享受。你唔准咁大聲喎。戴耳機啊，戴耳機。唔係，你要嘈交嘅喎。你細聲啲㗎嘛。唔會入房房都仲有2間。由呢度出翻出嚟咧，嗱，主陽台景觀。係啦。咁呢一度咧望翻出去咧，就可以望翻我哋3期嘅商業街。之餘咧，左手邊咧，嗱，一半係望會有少少樓景嘅，大家可以望下正前方。一半有少少樓景，咁一半咧就係望別墅景。咁如果咧中間戶嘅89平方咧，正面咧就望唔到，對唔到呢一度樓啦。所以景觀性正面嘅景觀視野咧就會更好。係佢就冇咗依家手掌呢反去嘅。係啦，但係咧，如果係中間戶嘅89平方咧，佢呢一度係牆嚟嘅。咁就會有視野，會有遮擋。係啦，佢呢度係牆嚟嘅，所以佢嘅視野面咧就冇咁寬闊。好似我哋呢一個咁咧，就可以有270度嘅景觀 view。嗰個咧就係一半係就正面 view 嘅啫。就唔會話望晒咯。所以單邊少啲咯。單邊戶同埋嗰個中間戶咧就有咁嘅區入。出入性咁我視乎呢啲就睇翻即係自己嘅一個需求，或者我自己中意邊一個啦。我想要更寬闊嘅景觀性呢一隻係會寬闊啲嘅做無論我哋嘅北向嘅主陽台或者係南向嘅陽台唔係南向嘅一個窗位係啦，個景觀性亦都會更好。但係中間戶嘅話就可能嘅景觀性就會窄啲，局限啲咯。但係你正面如果北向個陽台咧，個景觀性咧就會開揚啲，遮擋性冇咁多。係啦，咁係呢兩個嘅一個唔同嘅區別俾到大家。所以呢啲咧就睇翻即係自己嚟實地現場咯，實地嚟考察下或者實地嚟你自己感覺下係啦，中意邊一隻再去揀呢個係最好嘅咁呢度過翻過嚟咧就我哋嘅廁所啦。第一個廁所，客廁、洗手盆、馬桶、淋浴區。哇，好高卡士啊！佢整到呢啲用晒啲車石去做嘅，你睇下幾靚。
靚係靚嘅，不過價格唔美麗。價格都還好嘅，價格依家都還好嘅，係啊，15,000幾啫。對比翻以前，其實佳景佢早期嗰啲3期單位都賣2萬幾蚊㗎。我話嗰嚿石啊。係啊，佢貴過呢一度㗎啦，貴過好多㗎啦。你已經係有個籃球波波好得意。呢度係咩咧？呢個係咖啡豆嚟㗎。籃球嚟㗎，人哋。咁似咖啡豆嘅，咖啡豆都係咁嘅樣啊嘛。係啊，嗱。咁呢一度係第2間房啦，但係呢間房咧，你就要擺細少少嘅床位咯。呢度係擺咗張1.2米嘅，咁你擺個1.5米嘅咧，可能你啲櫃位就會冇咁多吓。係啊，小朋友房咯。精緻型少少，緊湊型少少。所以如果你住嘅人唔多，我可能係2-3個人住嘅，咁可以揀翻個3房單位，你可以將呢一間變成嘅多功能房，或者將呢一間變成嘅多功能房，亦都得。係啦，咁我保留1間睡房或者2間睡房已經有夠用噶啦。咁呢一隻嘅戶型亦都可以，大家可以睇睇嘅。因為其實戶型格局嘅話就視乎自己嘅需求啊，自己中意咯。冇錯啦，因為佢嘅話就會有大，亦都有細吓。咁我睇自己適宜邊一隻，中意邊一隻，再去揀邊一種咯。咁呢一度咧就係我哋嘅主人房啦，主人房嘅衣櫃啦。後邊呢度係啦，做咗1 set 嘅衣櫃。不過佢呢度改咗個位吓。佢原本設嗰個主人房嘅房門咧喺呢度入嘅，係佢改咗嗰個房門入嚟個位，移咗隔離少少。係啦，因為拆咗呢間房啊嘛。跟住咧再過翻過嚟呢一度咧就我哋嘅個套廁啦，廁所、洗手盆、馬桶、淋浴區。我轉過嚟俾大家睇下先。空間 size 其實都還好嘅。係啊，都 OK 㗎。3房2廁喎，即係89平方而言，你話十分之寬闊咧，咁佢就唔至於，但係咧佢嘅整體嘅空間性咧都還好嘅。係啊，因為你諗下89方喎，做到3房2廳其實都好少㗎。3房2廁咯，咁都比較少嘅。咁呢度咧就都做咗1 set 嘅一個收納櫃，同埋梳妝台咯。梳妝台咯，係啦，咁我可以喺度化靚靚嘅妝，化靚靚。跟住呢一度咧就擺 king size 嘅床休息，跟住兩邊床頭櫃，景觀視野主人房俾大家望下。OK，先俾大家睇下嘅。其實同陽台咧都冇咩區別嘅。其實同我哋上次嚟拍咧就有少少唔同嘅地方咧。出面咧之前我哋嚟拍嗰陣時咧就第一時間開放示範單位嗰陣時，咁咧嗰個綠色嘅綠網棚架綠網咧仲未拆嘅。依家就拆咗嘅，拆咗，咁我哋就會更好咁樣睇翻個實景景觀咯，清晰好多咯。係啦，咁我如果有興趣嘅觀眾朋友咧，咁我當然直接嚟現場實地睇會更清晰、更清楚吓。同埋現時我哋公司仲有公家粉絲會準備翻大家專車接送，係啦，你冇理由唔要噶嘛，係咪啊？公家粉絲回贈俾到你可以平啲買到自己有心儀嘅單位，係啦，同埋價錢方面我哋又幫大家去傾，服務又全部跟足晒，間唔中有飯食，好似我哋上2日係啦，我哋粉絲見面會每一年都會有搞，咁我大家亦都可以即係過翻嚟同我哋即係叫咩見眼面啊，係咯，傾下偈。兩年嘅業主啦，2年嘅業主咁都持續有即係聯絡好似朋友咁，多個朋友或者食個飯可以點多味餸分享下，亦都得。好開心嘅，其實傾下偈咁，係真係幾開心嘅，真係好感謝其實大家對於我哋公司嘅支持，同埋對於我哋嘅支持咯，即係當我哋係朋友咁，係啦，咁我哋亦都係始終如一同大家處理晒售後嘅所有服務咯，所以呢啲唔使擔心咯。OK， 咁我哋睇翻個大戶型少少嘅105平方嘅單位，傳統嘅一個樹廳式戶型，咁如果覺得89平方。房間太過於緊湊啦，我想要居住空間更寬闊嘅觀眾朋友咧，可以揀翻我哋呢一隻105平方。你睇下佢嘅主人房，成個廳咁大，係喎，見到吧？真係咁大喎！3房2廁，交付標準，所見即所得。入戶門澳創新嘅一個入戶大門啦，木飾面同埋金屬拉絲，之餘指紋鎖匙、密碼、電卡交付嘅門鎖之後咧，入翻入嚟，道格拉斯嘅瓷磚啦，玄關位置，智能家居，一鍵回家，一鍵離家，同埋呢啲咧個質感咧，好好噶，
係咯，係啦，即係鋼琴鍵嘅質感交付俾到大家咯。同埋咧，佢整體嘅品質咧，大家其實真係可以嚟現場實地嚟摸摸同睇一睇。佢嘅膠標俾到我哋嘅享受咧，即係你好奇自己就買翻少少一啲家具，買翻我哋嘅梳化啊、電視啊，買翻我哋嘅一個茶台啊，同埋我哋嘅一個飯台啊等等咧，住得噶啦，唔使再去執。即係如果想要揀一啲品質型屋苑豪宅享受氛圍，咁啊好奇，我唔想要再去執手尾嘅，咁佳景康城就係你最優嘅選擇啦。咁飯廳、客廳、主人台，現時我哋所在位置咧就喺7樓下，大家可以睇翻個實景景觀，連呢啲都係我哋嘅交標，係啦，窗簾都有啊，背景牆，呢啲全部都係交標俾到大家噶啦，同埋風換機，上面嘅氛圍燈。YKK 嘅門窗係啦，所以咧，其實你可以嚟現場望一望，其實佳景點解持續亦都係行業當中咁多人認可呢個項目嘅原因，因為佢就算公區位置或者室內嘅裝修，俾到大家嘅享受亦都係最好嘅。嗱，呢一度落面咧就係佢自己嘅小區花園，望住呢度咧就係小區嘅一啲花園連廊。係現時咧，我哋就喺7樓下。佢就依家就仲喺度整緊嘅，係啦，同埋可以望到前方會有個水景，好似龍輪啊，龍輪嘅水景啦，同埋小區花園嘅一啲設計啦，其實做得好靚嘅。嚟緊要賣嘅咧，最新咧就係我哋前面嘅17棟啦。呢個綠幕包住嘅，係啦，現時仲未賣吓，大家可以期待下。咁現階段咧，如果105平方有特價單位做到俾大家咧，就有我哋嘅一個16棟，16棟嘅前面係啦，4樓嘅樓層，望翻出去個景觀視野咧，就會更多望花園，即係好比我哋呢一度咧就會低多3個樓層，嗰套單位咧特價做到俾大家就14,600，總價153萬就可以攞低啦。係啦，所以如果想要特價單位感興趣嘅嗰套單位咧，就今年年底可以收樓啦。咁今年年底收。喎。咁如果你揀8棟嘅單位，或者係其實我哋15棟嘅單位咧，就係要去到明年年底先再收樓嘅。咁我睇翻即係自己嘅個人需求嚟挑選你自己中意嘅一個戶型格局，同埋在售嘅房源。咁如果有咩唔明白嘅，可以隨時加翻我哋可以分享翻現時在售嘅，究竟係邊一套啊，或者係邊一個房源啊，價錢又係如何啊，等等都 OK 嘅吓。咁我呢邊其實佳景咧，佢小區園林真係做得好靚嘅。係。大家可以望一望個氛圍感。當然啦，佢依家就仲喺度整緊嘅。係啦。佢整完咧就會好靚嘅咧，睇下小橋流水，跟住玻璃連廊咁樣，哇！如果落雨天，即係有種別有風味啊。係啊，別有一番風味啦。嗱，佳景同埋去到珠海咧係好近嘅，望出去望遠處少少咧就係珠海片區啦。一線之隔。係啦。咁呢一度嘅一個露台空間，到時亦都可以做翻即係自己嘅風窗需求啦，等等。咁再轉翻入嚟呢度咧，就我哋嘅廚房空間啦。廚房位咧，亦都係我哋嘅交付標準，所見即所得嘅。做咗個 L 字形嘅廚房空間之餘，呢邊可以擺翻個雙門雪櫃。咁我哋8棟嘅交標咧，廚房3件套咧就係方太品牌嘅。如果係15棟或者16棟咧，就係我哋嘅西門子嘅廚房3件套交付俾大家吓。所以有啲咁嘅一個區別性唔同性喺呢一度咯。咁每一棟嘅交標佢都會有唔同嘅升級或者唔同嘅一個品牌交付俾到大家咯。咁呢一度咧，選擇俾你咁咯。係啦，咁呢一度咧佢都做咗個少少地薄薄地嘅一個置物櫃，唔會話浪費呢個空間啦，其實幾好用嘅。的確可以放啲菜品啊嗰啲嘢喺入邊嘅。冇錯啦，出面咧就冇，出面咧就我哋嘅一個生活露台家政櫃啊，同埋放晾衫嘅位置咯。咁呢一個位置嘅採光咧，就可能咧就會稍微爭啲啲，因為佢係挨住咧我哋嘅一個7棟對翻7棟中間嘅一個通風位置咯。係啦。OK，咁阿姨喺度搞緊清潔啦，所以我哋就唔行過去啦，費事阻住阿姨。咁呢一度咧就我哋嘅一個走廊位，咁再過翻過嚟嘅話就係第一間房。
房間嘅交付咧，亦都係我哋現時見得到嘅呢啲牆布啊，同埋我哋一個日立嘅一個冷氣啊，呢都係我哋嘅交標嚇。所以其實街景買翻嚟咧，其實就買一個叫做省心。係，我都覺，買一個省心，即係自己唔使擔心呢啲裝修嘅嘢咯，唔使擔憂咯。同埋現時其實景觀視野佢更多嘅咧，如果8棟望翻出去咧，就望翻自己小區花園景觀，同埋佢小區花園嘅造景咧，佢做得好靚。的確。啊，所以如果現時其實想要一個品質型屋苑，但係又要近近地，距離珠海又唔遠喎，講緊10零分鐘時間可以去得到啦。咁我如果唔揸車，我就算坐車亦都去得到嘅話咧，佳景康城其實真係品質而言同埋其實口碑而言咧，喺坦洲各大屋苑之中咧，算係 number one 嘅存在。的確。同埋我哋其實自己做地產行業其他基本上係零負評嘅。呢個屋苑俾到大家好高評價咯。Panasonic 嘅一個暖風機鏡櫃呢啲標準嚟㗎啦，標準交標嚟㗎啦。幾好。係啦，漢斯格雅嘅一個浴具。第2間房，每間房個空間感咧就會比89平方會更強更大咯。咁我呢啲就視乎真係睇自己嘅一個需求嚟揀自己中意嘅戶型同單位咯。因為每個戶型嘅一個格局有少少唔同，同埋佢嘅一個總價個出入亦都有少少唔同咯。的確。咁呢一個嘅話就係即係你要揀3房，我又要3房需求嘅居住性嘅，但係我又要寬闊緊咁大嘅咁多嘅，咁呢一隻嘅戶型就可以俾到你。咁我洗手盤，洗手盤，馬桶，智能馬桶，淋浴區，好大嘅，馬桶喎，係啊，冬天唔使凍屁股喎，標配嚟噶啦，唔使怕凍屁股噶，係啊，呢個好重要啊，我覺得，享受呢啲嘢全部你搞掂晒噶啦，哇，主人房好大喎，主人房超大，你點樣擺床都得，擺2張2米嘅床都得，都夠位。係啊，你從呢一度碌到嗰個位置都得，仲可以裝翻個衣櫃喺嗰邊。係啊，嗱嘅景觀視野咧，其實同我哋主人台嘅景觀視野咧一模一樣嘅。都好開揚。街景點解咁多人揀咧？就因為佢會 location 會更近啦，去翻珠海更便利。咁我去翻我哋嘅港珠大橋更便利，咁好多我哋自己有自駕車翻嚟嘅，咁我要置業珠海片區，可能講緊現時你要買一個100平方嘅單位都要去到300萬左右有啦，或者可能更貴，但現時你講緊百零萬，你可以置業嘅樓盤屋苑，你係一啲享受型豪宅，俾到你嘅享受其實。樓有冇得揀咧？有，珠海都有其他嘅樓宇揀，但係性價比會更高咯，同埋我哋嘅一個整體交付品質會更好，俾到大家。的確。所以好多人會係優先揀性價比更好。邊個嘅錢都唔係刮嚟㗎，係咪啊？係咯。唔係大風刮嚟㗎嘛，所以咧可以慳啲，但係又可以買到更好，又可以買到更優嘅生活圈。所以好多人嘅選擇街景。的確嘅原因就係因為咁啦。OK，咁我哋睇翻8棟嘅最大戶型118平方，咁而118平方咧都係3房2廁咁我亦都係傳統嘅樹廳式戶型佈局。咁最大嘅唔同嘅區別咧就係主人房會多個獨立衣帽間。咁如果有衣帽間需求嘅居民朋友咧，就可以揀翻我哋呢隻118平方嘅大單位啦。咁118平方咧嘅一個前面。整體戶型佈局咧，同我哋105平方咧係類似嘅，但係空間感會更寬闊、更大咁如果想要空間感享受更闊朗嘅觀眾朋友咧，就係揀翻呢一隻嘅118平方啦。咁現時置業咧，俾到大家23萬嘅置業大禮包之餘金蛋38000優惠券，同埋仲有6萬蚊購房大禮包送俾大家 ，total。33萬大禮包俾晒你，哇，幾好喎！之餘咧，唔少得仲有我哋嘅公司嘅高額粉絲回贈。咁我講緊其實118平方現階段179萬即可以攞低啦。
如果頭先咧最開始嗰個戶型最細嘅89平方咧130零萬，咁我隔離105平方講緊153萬，即可以攞低啦。係咪現時現階段咧係啦？亦有興趣嘅觀眾朋友，歡迎大家嚟現場實地睇，嚟挑選你自己中意嘅戶型同埋具體樓層亦都冇問題嘅。OK， 咁啊呢度咧現時現階段咧擺咗家私家具嘅一個展示，大家可以感受下整體嘅空間感，會明顯會比我哋105平方會更寬闊少少啦。因為畢竟佢方數會比105平方係多咗13個平方，更多嘅體驗咧就喺我哋嘅客廳啦。飯廳嘅空間度，咁啊房間客房咧就相對應都會大翻少少嘅，但係主人房咧唔大得過105平方噶吓。咁啊轉頭等陣帶大家入去睇睇，咁我哋就首先帶大家睇翻我哋嘅主陽台景觀。主陽台出面嘅景觀視野咧，其實同我哋105平方咧出入就唔會係太大。係，就出入其實唔係好大，睇嘅都係同一個景。但係呢邊嘅景觀咧，可能就會對比隔離105平方咧，就會稍微差一啲啲咁。咁差咗喺邊度咧？就喺呢度，佢兩邊咧佢會有埲牆喺度嘅，睇起身咧就會視野就會受限一啲咯，窄啲啲咯。係咯。頭先嗰度咧就側邊咧係嗰個欄果嚟嘅，所以佢嘅視覺效果咧就會更寬闊少少。但係前面景觀視野都不變嚇，亦都可以望翻我哋咁靚嘅一個小區花園。其實小區花園咧做完出嚟咧嘅一個效果係好靚嘅。其實街景咧可以講對比翻坦洲現時在售嘅屋苑當中，花園做出嚟嘅體驗感，我覺得係最優係佢嘅。所以如果你係中意享受花園式，中意享受屋苑級享嗰個氛圍嘅咧，街景真係 OK 嘅一個項目。同埋現時現階段你講緊翻到去港珠澳大橋嘅時間性，或者你現時對比翻我哋珠海嘅一個各區或者係項目性嗰個交標嘅品質，街景亦都係頭位嘅。十分之高。呢一度再轉翻入嚟廚房，廚房嘅話咧嘅一個整體嘅寬闊感咧，就稍微會再大翻少少俾到大家。交標同樣其實同我哋頭先亦都係一模一樣噶啦。係啊，就區別唔大。係啦，白兔牌嘅外牆磚啦，奧創新嘅入戶門啦，華為嘅智能家居啦，杜介拉斯嘅瓷磚啦，日立嘅冷氣啦，多樂士嘅297啦 ，YKK 嘅門窗啦，仲唔一一同大家講啦。入面亦都係用翻我哋嘅一個國內外嘅品牌交付俾到大家咯。所以其實好多嘢你可以嚟現場睇，嚟感受下。摸摸同埋對比一下，坦洲呢幾大屋苑，究竟邊一個會合適我多啲？邊一個係更適宜自己？咁我嚟現場，大家可以其實每一個屋苑作翻個對比，每一個都會有佢自己特長嘅點。街景特長嘅點咧，就係品質，唯獨佢缺點喺邊度？一定要講嘅話咧，就稍微會貴少少。對比翻，其實我哋坦南邊區幾大屋苑當中咧，街景嘅售價咧，相對咧係會貴啲嘅，但係咧佢係物有所值，俾到咁嘅享受俾你，貴少少買個安心，買個放心，買個享受，幾好嘅。畢竟一分價錢一分貨啊嘛。係啦，嗱，生活陽台嘅景觀咧，呢邊咧就稍微會再開揚少少吓。因為佢望翻出去咧，就係挨住隔籬咧，就係我哋嘅一個九棟中間咧就唔會孖住嘅，所以咧係可以望翻出面嘅一個3期同埋4期嘅中間嗰條路景路景啦，可以咁講啊嗱，通風效果都好好嘅，係好涼爽。因為佢呢個戶型亦都會有2個露台俾到大家啦，雖然唔係對流。但係佢通風效果咧，就風其實係無孔不入嘅，亦都會有對流 feel 俾到大家。咁啊，呢一度過嚟咧就我哋第一間房啦。呢間房係有個衣櫃位啦，你睇下，哇，之餘梳妝台，再過翻過嚟，有個色區，唔錯，幾好。所以咧，佢對比翻，即係個房間嘅一個寬闊感會更多、更大，俾到你嘅空間性會更多咯。
咁我睇自己嘅需求，我有冇房間嘅嗰個空間要求咁寬闊、咁闊落啦嘅一個需求咯。咁我睇翻自己嘅一個要求嚟擺自己中意嘅單位啦。咁啊，再過翻過嚟咧，客廁、洗手盆、馬桶、淋浴區都大喎。你睇下佢呢個花灑，呢個花灑點啊？好似個蓮蓬咁啊！哦，係啊，蓮花嗰個咧，嗰個蓮蓬咧，有蓮子食嗰個。係啊，幾似呢一度咧，再過嚟咧就第二間房啦。第二間房嘅個空間啊，咁我擺翻我哋現時呢度係擺咗張米2嘅床嚇，咁啊你就算擺翻張米5嘅床都有位嘅，咁啊都夠位。整體嘅話就設一半嘅書台咯，嚇，咁啊嗰度仲會有個窗台位置啦，跟住再過翻過嚟咧，主人房啊，衣帽間嘅空間啦，之餘呢邊係有一個置物架，係啦，置物架，同埋哇雙面嘅，你啊，化妝台、衣櫃，好正啊，係嘛？你睇下兩面嘅喎，啊，咁我可以擺好多自己中意嘅靚衫、靚褲，的確。跟住呢一度咧，衣櫃，仲有衣櫃，係啦。其實呢一度咧，佢係將中間個埲牆 share 咗兩邊，會做一邊一個衣櫃咯。錯開咁嘅意思嘅。跟住廁所、套廁、雙星盆啊，跟住馬桶，智能馬桶，呢度仲有咁大個位置。係喎，呢度其實可以再做個矮啲嘅櫃喺度放嘢喎。係啊，可以做個置物櫃咯。嗰個淋浴區空間。唔錯，跟住再過翻過嚟嘅話，就係我哋嘅一個休息區啦。休息區king size 嘅床，之餘兩邊嘅床頭櫃，景觀視野就同我哋主人去景觀一樣嘅。咁我呢一個嘅單位咧，個主人房入面嘅空間感咧，係啦，就會比105平方咧，就唔會話咁寬闊。不過佢錯開咗，分咗區啊，咁佢呢個功能性嘅區域咧就會更多啊。105平方咧就會更集中。其實咁樣都幾好喎，我覺得，因為你咧可以一個人喺度瞓覺嗰陣咧，另外一個人可能要早起啊，佢就去隔籬試衫啊、換衫啊，咁樣就唔會嘈親呢邊瞓覺嘅咯，互不影響咯。係咯，大戶型有大戶型嘅嘅好，4戶型亦都有4戶型嘅好，咁啊根據自己嘅需求嚟揀自己中意嘅啦。OK，咁我哋單位睇完啦，咁落翻嚟樓下 lobby 位置，電梯間，其實個電梯間咧做得好靚。見到嘛？有種酒店嘅氛圍，同埋仲有冷氣。點為之品質型屋苑？豪宅，公區位置都配埋冷氣俾你，幾好啊！怕你熱親，係嘛？同埋佢公區位置嘅一個整體嘅一個交標啦，同埋仲翻我哋呢一啲叫做上牆嘅灰色嘅車石點綴出嚟嘅效果，好有酒店 feel。係啊，好靚，而且嗰啲畫好靚啊。嗱，有喜鵲，有我哋嘅一個花花草草，仲有呢個水晶燈都好靚，好靚。大門、入戶門嘅一啲白色嘅車石，做翻我哋呢啲門框，金屬嘅拉絲，轉翻出嚟咧，公區嘅位置。大家可以見得到4字位置，其實好多嘅時候咧，你可以見佢個公區打造出嚟嘅一個效果究竟係點？即係好多單位純粹示範單位靚，但係公區位置麻麻咧。係咯。佢呢個就唔係一個叫做標準嘅豪宅。標準嘅豪宅要單位靚、手工好之餘，公區空間嘅享受都要豪華。佢呢度咧擺到好似人哋嗰啲度假區入邊嗰啲酒店啊、休息區咁樣啊，係啊，好靚咯，我覺得。帶大家轉佢嘅花園啦，係啦，咁佢其實整體體現出嚟嘅一個效果性啦，或者係整體嘅一個其實已經做完出嚟嘅一啲公區空間，俾到大家嘅體驗感啊，我覺得係物超所值嘅。都唔錯。雖然其實街景持續喺坦洲而言咧，都係高價嘅代名詞，但係佢同樣亦都係高品質嘅代名詞。哇！一出嚟就見到好多花花草草啊，好靚啊！你睇下，
五顏六色花花草草。嗱，呢一度咧嚟緊咧就我哋今年年底就會收樓噶啦。哦，呢邊9棟、10棟，前面嘅16棟哇，啊，全部都做晒呢啲叫做防塵防護啊，嘅小區呢一度咧就轉翻出嚟咧就係我哋嘅一個風雨連廊。風雨連廊咁我平時如果落雨嘅話喺風雨連廊裏面散步，亦都唔影響我哋小區嘅一個居住。係喎，跟住再過翻過嚟，亦都會有我哋嘅水景啦嘅一個設施啦。行翻出去咧就係我哋嘅一個4期商業街。好靚嗰啲花花草草。俾大家睇下先，你睇下，開得幾靚。哇！出去咧就有商業配套啦。好涼爽啊！呢一度咧就係我哋4期嘅一個商業鋪頭嘅一個板塊。到時行翻出嚟咧就可以去翻我哋呢邊一啲食肆啊，或者嚟翻呢邊一啲商場咁喎。個港式風味嘅商場。係咯，你睇下呢邊好似嗰啲大型超市商場咁樣嘅風格咯。但係咧未開下，因為4期未交樓，有用緊嘅咧就我哋3期啦。3期出面呢個板塊就全部可以用得到噶啦，現時見得到嘅配套。嗱，3期小區正門口有藥店啊，姑媽呀，仲有嗰個燒味啊，仲有嗰啲雲吞麵啊嗰啲嘅。嗱，正門口做緊升級啦。你又有幾可有屋苑係可以即係你住下之後再去幫你做升級嘅？好少嘅，驚你住得唔舒服，住得唔開心嗱，幫你做好晒。同埋其實街景出面呢啲道路咧，都係全部係由佢自己去注資、去維護同埋去修建嘅。好靚嘅，其實條路你所以佢出面嘅氛圍，出面嘅居住空間亦都係考慮翻業主嘅享受嚟做翻呢啲小區嘅設計所以如果咧想要置業，我哋近港珠澳大橋，講緊係10零到20分鐘時間，我要有個品質型屋苑，又要個豪宅項目，又要唔使自己煩裝修嘅街景，係絕對大家可以嚟現場睇一睇嘅。乃至現時其實3期仲有特價嘅單位啦，有高樓層嘅一個12888嘅無規單位118平方啦，或者大精裝修嘅13000幾到14000幾嘅尾貨單位，亦都會有選擇。係啦，咁我講緊現時我哋4期嘅單位咧，更多嘅一個選擇就有我哋嘅89平方、105平方、118平方、89平方講緊係130零萬，即可以攞地啦。如果係105平方講緊咧嘅一個總價咧就係153萬。咁如果118平方就179萬，講緊嘅尺價都係15000左右，即可以買，即可以選擇。早期其實街景嘅售價係好貴嘅，賣到要2萬幾蚊一平方。早期如果你9棟或者10棟都要16000幾到17000幾嘅價位嘅。現時講緊係啦，14000幾、15000幾有得揀啦。同埋同我哋公司買樓嘅話，有23萬嘅 discount 優惠啦，38000嘅金蛋大禮包啦，置業嘅6萬蚊大禮包 ，total 加埋33萬嘅一個禮包優惠。送俾大家，同埋仲有我哋公司嘅高額粉絲回贈。所以如果你睇街景，盡管問我哋盡管對比價錢都得，或者係對於呢個項目有咩唔明白嘅可以交翻我 WhatsApp 或者 WeChat 係啦，咁我可以私聊問翻我哋，可以發翻具體嘅樓盤資訊俾翻大家去了解。咁如果有時間嘅，大家一定要嚟現場實地嚟睇一睇，因為品質屋苑咧。齋靠講咧係講唔出佢嘅一個享受，係啦。咁其實對比翻，你珠海10零分鐘嘅一個距離，講緊去到就係十字門或者灣仔等等，但係嗰邊嘅售價你要賣到2萬大幾到3萬零蚊一平方，你細細地買個100平方嘅單位都要去到300零萬啦。咁嚟呢一度講緊一半嘅價錢嘅啫，但係你時間去翻港珠澳大橋，大概嘅時間出入就唔會話好多咁我享受珠海嘅配套亦都係同等嘅，即係你 Sam 級珠海現時 Sam 級華發商都或者係
各大嘅三甲醫院啊、市區嘅配套啊，都係講緊係個幾兩個字嘅時間，即可以滿足翻大家嘅一個配套需求。或者其實坦洲仲有更地道嘅宵夜街，係美食俾到大家，同埋坦洲仲有可以做咩咧？揸電單車，風雨自由，好方便。吓，哇！啲小朋友放學啦，隔籬放學啦，洪德小學啊，好得意啊啲小朋友。OK，咁我今期嘅一個分享下坦洲嘅豪宅屋苑嘅分享就到呢一度啦。咁我如果對於呢個屋苑有咩唔明白或者有咩需要了解嘅，可以隨時問翻我哋哈。咁我祝大家生活愉快啦哈，下期再見哈。歡迎下次再與你見面。好，拜拜。拜拜。